哎呀，喂，早晨啊，係啦，咁啊，係啦，呢啲純粹係擺下俾大家睇下啫。OK， 好啦，咁啊，好多謝大家又嚟睇下我哋嘅 live 啦。咁啊，陪我一齊開箱，咁啊，依25張嘅 PS4 啦，係啦，咁啊。我哋好耐都冇開 live 啦，我諗對上一次開 live 嘅話，關於卡咧，應該都差唔多係2月嘅時候啦，1月尾2月啦，係啦，咁咩嗰陣時應該都最緊要上次係同大家開呢個粵伊貝啊嗰陣時，係啦，咁啊中咗2張啦，咁粵伊貝都應該係喺埋裏邊嘅，咁啊我哋事不宜遲啦，咁就開波咯喎。Victory 可以啊，去網站買啊，去我們的網站下單就可以了。係啦 ，OK。2盒嘅，好啦，咁啊，我哋睇下啦，咁啊 total 咧25張卡，咁我哋就有2盒嘅，有1盒輕，有1盒細，咁我就開晒出嚟一次過。一齊同大家睇下我哋今次攞到啲咩成績啦，係啦，咁啊啲評分卡咧，咁大部分都會睇過先至去啦，係咪？咁睇下今次嘅分數係幾多啦？哇！攞定啲袋出嚟先，稍等下各位。好啦，咁啊啲 PSA 咧。大家收到咧，都係要入袋噶啦，係啦，呢啲一定走唔甩啦。好，開埋另外1盒先。兩邊嘅，好，咁啊，好的，好啦，咁啊，我哋就嚟一齊睇一下，就求其啦，由依張開始啦 ，OK， 咁啊 total 有25張嘅。OK， 好啦，咁啊，好，第一張，哇，金比卡超啊，10分 ，OK， 唔錯唔錯，呢一個咧，我應該係有同另外一 set， 呢個係一個 SV 啊，呢個 SV8A 嘅金比卡超啦，日文版，咁應該連埋張 SV9 嘅比卡超一齊去嘅。
咁啊，睇下嗰張幾分啦。好，第一張10分。好，第二張，未到去喎。呢個 SV7A SR AR 10分。暫時個 record 幾好啊！好，第三張，呢個係 SV8A Durand Ludon， 呢個係 Master Ball 嚟嘅，係啊，大家睇到 Master Ball 係啦 ，Master Ball 10分 ，OK 唔錯，好繼續。OK SV8A 嗱，呢個都係 Master Ball 啦，係啊 Master Ball 10分啊，好繼續。哇！呢個 Lucy 呢張咧我歸到5張啦，呢個第5張啊，全部都係9分，未試過中10分呢張嘢。好，繼續。嚟啦！呢個 SV8同呢個 SV8A 啊，係啦，咁啊兩個代數，一個就全金比卡超，咁另外一隻比卡超咧就有色嘅，又係10分啊，好開心。好啦，我諗呢度應該總值都差唔多有4-5萬蚊嘅，係啦，咁啊應該有幾張勁嘢，一陣間同大家一齊睇下個分數如何啊！好，繼續。SV8A Raging Bull EX SAR 10分。好，繼續。好，到呢邊。SV7 SAR Bera 呢個10分，唔錯唔錯唔錯。好，繼續。呢張嗰陣時同大家一齊開 live 中嘅，好似中咗2張，係啦。SV8A Roaring Moon EX SAR 10分。好，係啦，連續2張10分。OK， 正。繼續。哇，係啦，今次翻嚟嘅伊貝咧，我應該齊晒9張啦，應該可以集合俾大家睇下。好，第一張太陽伊貝應該入咗2張嘅，第一張10分。好，睇下第二張先，入咗套先。好，繼續。嚟啦嚟啦，水伊貝，唔係喎，呢個係好似係喎，10分，好嘢好嘢，暫時成績幾好啊，又多一張伊貝10分啦。好，好，下一張。另外一張啦，9分。OK， 擺埋一邊先。好，繼續。哎呀，嚟多張。10分。Vaporon 掂。
So far so good 啊！我哋只有2張9分咋嚇，係啦。咁啊個 record 今次非常之好，係啦。好，繼續。喂，雷伊10分。哇，正啊！好，下一張。哦 SV7 嘅金 UR 10分，唔錯。好，到另外一邊啦。嗱，呢一張咧都好特別嘅，呢張就係嗰陣時嘅嗰個數碼暴龍機啊，25週年特別版裏邊咧買嗰部機咧就有呢一張卡嘅，係啦，10分啊，好開心。好，咁啊，嚟緊呢一張咧另類啲嘅，咁我已經都收藏咗，中咗幾年噶啦，中 one of one 啊，呢張係只有1張嘅 Marvel 啊，呢個係手繪啊，係啦，成張手繪 Marvel Hero 係啦，咁啊只有全世界只有1張，咁睇下佢幾多分啊嚇？呢啲卡係非常之難10分嘅，1、2、3，係啦，呢個應該係 Taskmaster。呢張卡係畫出嚟㗎，成張卡係畫嘅，得嚟睇下幾多分啦。10分，好，係啦，呢啲係非常之難中 grade 10分嘅一張卡，係啦，好彩，呢個應該全世界只有1張嘅啫。OK， 好，繼續1、2、3，喂，係啦，呢杯10分。暫時個成績非常之好啊！我所有嘅伊貝只有1張係9分啫，仲要重複嘅。掂，好，繼續。哦，呢張係 Black Kareem EX SR 10分。好啊！呢張我個仔好鍾意啊！呢張好啦，中咗10分，唔錯。好，下一張。哇！嗱，呢張咧勁啦！我諗單價1張已經8、9千啦！呢張係啦，如果10分啊，如果 G 咧應該係中10分嘅。Oh yes， 係啦，咁啊，呢張大家上 eBay 就知道幾錢啦，係啦。如果10分嘅話，應該挨住8、9千蚊啊！呢張好彩，我只有1張10分，掂，係啦。呢張正啊！呢張非常之開心。好，好啦，繼續。呢個北斗之拳啊，記唔記得嗰陣時大家有睇 live， 應該又係同我一齊開中嘅。好，呢張係 SAR 北斗之拳個畫家畫嘅，1、2、10分，正。好，下一張。呢張係 SV8A Iron Crown EX SAR 嚟嘅喎，係啦。好，睇下幾多分咯喎，又係10分啊！今次個結果非常之好啊！我諗最尾
我剩翻2張，應該呢2張就係粵伊貝啦。OK， 記唔記得嗰次同大家一齊開中粵伊貝嘅？嚟啦嚟啦嚟啦！第一張 SV8A 10分 ，yes 入套先啊！轉頭再一次過同大家 recap 啊，係啦，今次啲成績非常之好啊！好，最後一張粵伊貝，1、2，又係10分啊！掂啊！好，哇，正啊！好啦，咁我應該咧成套伊貝 set 咧，雖然唔係順 number， 咁咧應該都齊啦。咁我可以拎嚟同大家睇下成套伊貝係點樣嘅。好，做咗個 recap 先啦，我哋好咁啊，同大家睇下啦，一次過睇下啲評分。好，10分。呢張手繪10分，數碼暴龍特別卡10分 ，Terra Pogos 10分，係啦，有2張唯一，其中1張係9分，太陽伊貝9分，好，粵伊貝10分，有2張嘅 ，OK， 10分。1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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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啦！哇，今次個成績非常之好啊！25張只有2張係9分啊，係啊，證明啊，我嘅前期功夫係啦。知唔知其實大家去 send 卡去 grade 咧，真係要睇清楚啲卡。要 check 清楚係啦，咁啊大機率嘅先至好記啦，因為依家咧啲 grade 卡咧升晒價，基本都$20美金原價，咁啊依家出邊好似收緊270蚊去 grade 一張卡，咁所以咧大家有機會嘅卡先好記去，唔好係唔係都記。OK， 好，10分，10分2張，10分又2張，好，呢個10分。9分啊！好，咁啊10分，10分，呢個10分，係啦，啲比卡超全部都10分啊嚇！好啦，咁啊同大家睇下成 set 嘅粵伊貝啦，係啊，咁啊可能大家出邊都見過噶啦，咁但係都好開心啦，終於係啦，唔同時間咁樣去收藏，就終於儲齊成套伊貝嘅 PSA 10啦。好，咁啊同大家睇下啦，1、2、3、4、5、6、7、好啦，咁啊成套伊貝 set 咧就喺晒度啦，各位係啦，總共係9張嘅，係咪？總共係咪9張？10張，仲有2張係水伊貝 ，OK 喺度。好啦，咁啊成套10分嘅伊貝 set 咧都齊晒啦。係啦，雖然唔係順 number 啦，咁但係都終於完成咗呢個使命啦。OK， 好。
齊晒，好開心啊！好啦，咁啊，歡迎大家同我傾下偈啊！咁啊，冇嘢講咧，咁就係咁先啦。應該我嚟緊都會開多個 live，咁啊講下關於 Victory 最新嘅 setting 啊，即係同嗰個移除中底嘅 setting 啊。咁啊，遲啲會同大家傾下偈啊。好多謝收睇啊，拜拜。